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，我是阿明张伟民来关心全球这个疫情啦吼。敢讲 Omicron 已经吼，咱讲取代 Delta 吼，这是咱惊要问的啦吼。尤其咱看到讲吼，全球这个部分，这个确诊数拢是咧抢悬吼。台湾嘛出现几啊例啊，这个案例虽然是这个境外移入的这个部分吼，但是更加互咱爱伫本土爱关注的嘛是讲吼，过去2、3礼拜内底，咱家己国内吼嘛逼出着吼，譬如讲这个中间院吼有确诊的这个部分，另外咧防疫旅馆出现着群聚感染啦吼。虽然咱讲今日本土案例是加零啦吼，又搁是加零，但是咱嘛是要继续好好守护咱台湾吼。尤其指挥中心即阵嘛要求讲，防疫旅馆吼爱全部来大体检啦吼，3礼拜之内拢爱来完成吼，都惊本地吼。转来到国内拢无病，煞因为防疫旅馆这个环境的这个因素来致病吼。另外咱嘛讲到吼，全球拢咧做第三档下啦吼，咱台湾伫咧12月14号第2档、第3档无共牌子的这个部分会当来全面开放吼来去对峙啦吼。另外咱讲 Omicron ทั่全球即阵累积已经80国吼89个国家吼至少啦吼已经有出现着 Omicron 这个案例。另外更加要注意的是伫咧美国啦吼，咱讲 Omicron 是毋是已经取代掉头前？就是这个美国主流病毒株啦吼，尤其咱讲全美即阵新的确诊内底有73%拢是 Omicron 吼，这是要特别来注意的吼。另外，这个因为这个防疫的这个大众吼，这个伊嘛讲到，可能伫咧 Christmas 就是全美国大流行的这个时阵，尤其啦吼，咱讲东方西方吼，这飞机安尼坐来坐去，也是讲安尼人口的这个流动，拢是真大这个影响。另外，咱看到讲 WHO 即阵个表态讲话啦吼，伊讲吼，明年都爱将这个疫情爱互伊煞过，但是即间真正会当煞过，其实吼伊嘛是有提出着一点啦吼，嘛另外爱要求着中国提供着这个疫源的这个数字吼，甲过去咱这2档咧讨论的吼，可能小可伊的这个态度上有咧转变，但是伊嘛看到讲这个疫情到底有将期末的一天无啦吼，所以这吼是 WHO 因所这个考虑到的。另外咱嘛讲到这个 Omicron 啦吼。到底是毋是较温和，还是较强烈？伊讲吼，若是讲较温和，真正是这个话讲伤早吼。但是也阁有一寡这个数字，咱来好好来观察。另外，咱嘛讲到，这个咱讲吼，英国伦敦啦吼，其实是全球每一个城市可能对着这个 Omicron 拢有一寡这个新的这个思考。尤其咱讲吼，过去甲这个病毒共存是真侪国家新的一种政策，但是伊拢看到讲，哇，这确诊人数又过来抢悬吼。透过节目，咱好好来讨论。今日请节目顶3位来宾，第一位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碧香何教授，你好。阿明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非常感谢，第二位请咱的这个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仁医师，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非常感谢，所以咱要请新光病院家医科主治医师刘平迪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有影3位拢是咱的这老朋友啦吼，讲到这个疫情吼，咱嘛已经讲要2档这个时间，到底什么时阵会真正来化停？这是咱大家较期待。不过咱头拄讲到吼，咱本土也是加零啦吼，但是这个加零以外，境外移入的这个部分，拢是一天10例安尼咧跳啦吼，所以伫咧这个部分，咱嘛好好防，尤其咱头拄嘛讲到，这个防疫旅馆嘛是大重点啦吼。指挥中心针对着咱台湾本土这个疫情，也是讲境外移入，也有什么看法？先做来听。今天有本土病例0例那10例境外移入，那另外0死亡个案，有一案这个疑似本土的病例，那他就是在隔这个首次采检的24小时后，那我们第3次的采检那采检之后是 PCR 是阴性所以我们已经把它排除了今天会有 AD 疫苗约73.84万剂预定在今天下午抵达桃园国际机场。春节检疫专案，那选择西方案，也就是7+7+7，12月14号入境。那应该从今天开始会有可以陆续期满168小时那如果检验的这个阴性的话，那而且返家的这个居家检疫的环境符合这个我们的规定，那就可以这个全程佩戴口罩，那搭乘地方政府安排的防疫车辆，那返家接续后7天在家居家检疫。回家之后，另外还会有1次的 PCR
是啊，咱讲啊，守护着咱的这国境吼，尤其咱讲12月14春节专案吼，已经回来，已经满7天啊，你会当经这个7天加7天，啊，另外7天是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啦吼，所以这个部分第一波已经会当等于甲处理啊吼，但是咱嘛讲到，伫咧处理啊，好好来防啦吼，避免讲遮吼可能要有确诊的，啊，伫咧这7天内底浪芳你个黑白走出来，相关是会罚100万吼，但是咱嘛讲到，防疫旅馆是一个大重点吼，咱看到讲过去。哦，这个部分较有咱较惊吓，讲吼本地拢是零本土的，但是伫咧防疫旅馆内底发现到这个群聚的案例啦吼。即阵咱先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，防疫旅馆唔通够正做咱本土疫情吼，这个5月时阵安尼憋开啦吼，你安怎看咧？咱即马其实伊迄安怎发生的，咱阁无啥知影，因为这爱去仔细来看啦吼，到底是安怎？但是知影讲一定是踮咧内底发生的，因为对迄个。病毒的这个基因，咱就知影讲伊是差不多，所以但是未来可能爱做一个完整的检讨，看看吼可能的漏洞是伫倒位啦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代志。但是咱嘛爱知影讲吼，因为迄发生的时阵吼，应该是嘛是大家咧真注意的这个情况底下吼发生的吼，啊这款的情况你感染到的病毒。嘛是无讲真济，所以咱无看到讲真重症啦、真严重嘛，就是真，这是应该去吹出来吼。啊，所以即马就是爱继续注意啦，继续注意啦。啊，即马就爱去找着讲看旅馆内底，我无啥知影因到底有环境啦，环境有一寡对，是虾米款的情况之下吼，迄发生的啦。是，所以咱讲吼，这个环境啦，咱讲3礼拜真正好好来体检一下。尤其啦吼，咱讲12月14开始，一波一波登来，甲咱台湾国内人是愈来愈多。啊，咱头拄嘛讲着吼，一天10例安尼境外移入咧跳啦吼。啊，病毒测定到位，其实吼，拢伫咧这个潜伏期内底，可能拢爱豆豆啊吹出来吼。但是咱讲7+7是真侪人的这个选择啦吼。继续搁请教林医师啦吼。咱大家吼选这个7+7的10+4的，啊，有的人是经这个14天吼，但是这条件拢有啦吼，啊，就避免讲这个胖空吼，咱讲空胖，佮安尼弄入去这个社区是爱好好啊防的。所以指挥中心今仔嘛有甲咱讲吼7+7，啊上当，若是你无好啊防的话，100万安尼罚啊，有够重无？当然是有够重，就是为着讲7+7的专案，才甲迄个罚款提高到100万，就是安尼。伊今日入去处理了。佫无伫厝里，佫走去外口拍走去啊！这麻烦啊！过去就是足侪即个案例伫嘛，足侪人就是讲啊，过去咱较早是无伫防疫旅馆，甲伫迄个集中检疫所，迄个检疫嘛，所以拢伫厝里，过去拢伫厝里。啊，就是足侪人伫厝里了吼，手机啊下在厝里，人走去外口。你查无啊？是。啊，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才会讲即摆罚款爱甲提较悬。啊，其实讲实在，咱毋是讲。真正讲爱一个7+7，讲安就好，主要是讲咱春节迄阵足侪人要入来，足侪人要你防疫旅馆都无够要安怎？是，只好就讲会当采取7+7，会当有的人伫在防疫旅馆7天，伊会当7天等去处理，啊，伫处理嘛袂使讲黑白走啊。是，伊有足侪条件伫的，你即个人伫处理，爱伫处理，啊，伊处理的人拢爱有住过医用车，才会使带内面去啦。啊，你伫处理，你就袂使外出啦。你得爱甲带这个处理内面呀，哦，啊，你若外出要该罚100万，是，哦，啊，你若乖乖的处理，甲防疫旅馆其实是无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啦，嘛是这样，就是讲你莫去和其他人接触，安就好嘛。咱上惊就是讲你身躯有病毒，啊，你甲这病毒传去外口，去有一寡社区的人，啊，社区就变做社区端感染，社区感染咱在社会就搁对5月搁开始来一摆啊，安尼嘛。啊，所以我想讲，这个7+7专案嘛，毋是讲唔对的所在，但是一种讲，咱为着讲，迄个防疫旅馆无够，啊嘛无法度就是安尼做，因为春节害一人要倒来，你台湾即摆安全啊，是啦，大人要倒来，过去台湾安全迄阵，大家拢要来，啊，台湾有一站，伫社区感染迄阵，足侪人搁飞出去啊，搁飞转去吼，啊，即摆知影讲台湾足温暖的，搁飞转来啊，啊，尤其春节大家团圆嘛，啊，团圆这是一个。咱过节的一个习惯嘛，不管你安怎，你离开故乡外国，你就要倒来厝里温暖一下，去碰风一下，讲我伫外口外爽快，趁外一个钱倒来碰风一下嘛好啦。啊，
看一个母仔，看一个厝里的时代，安尼嘛是足好的代志。有影啦吼，所以咱看到讲吼，这个7+7吼，是你有一寡这个条件，吼，这个厝内底的人你爱住完2栋舍，啊，但是嘛毋是拢住伫厝内吼，伊是爱吼一人一间房间吼，啊，你讲吼，这个一间啊嘛是爱你专属这个一个啊，所以有真侪种条件吼，啊，你若是无好啊遵守咱头拄讲吼100万的这个罚金吼，就罚互你啊吼，这嘛是望讲咱莫阁有这个5月这波疫情，当然咱嘛讲到。Omicron 即阵伫台湾吼有几啊例啦吼，所以即个部分咱嘛是要好好防，已经有出现啊，尤其全球咱头拄嘛讲到吼，差不多吼至少有89个即个国家啦吼，啊，咱讲针对着即个防疫的即个部分吼，若是 Omicron 吼真正插入咧这7+7内底掠袂出来咧，咱继续请教刘医师。当然不管是14+0还是7+7吼，其实拢爱注意啦吼。当然7+7当然伊的风险会比14天即个伫集中的管理所咧隔离的，当然风险性较大一点。OK。因为重点是除了即个为国外转来即个人以外，佮甲伊共款带做伙人，这嘛是一个重点啦吼。因为包括讲伊带做伙，伊是毋是有严格遵守这个规定？哦，包括讲伊厝内其他的所在是毋是有时常是咧消毒？哦，包括讲你虽然管理房间内底，啊总是咧甲送餐。哦，啊，送这物件，送这个伊要使用的物件，过程中是毋是会因为安尼去变做一个接触的机会吼？都像伊咱住伫防疫旅馆内底，遐虽然咧送餐送这物件的人，嘛是旅馆内底的人，有可能就一间拖一间啊吼。啊，我带做伙的人是毋是有外出的机会？这嘛是一个风险啊。伊也假使讲伫即个做伙大的房间内底，去互传染着。伊出去外口，结果毋是你个国外转来这个人拖出去的，是带做伙这个人共偷走出去。嘛是一个浪，这嘛是一个浪胖啊。OK。所以变做讲，其实我是感觉这是一个考验家己爱自律的功能啦吼。变做讲，你家己转来国内，咱国内已经因为你提供互你最好的环境，会当互你转去厝内去隔离，你就莫阁因为安尼造成咱社会负担嘛。哦7+7已经互你真犹太啊。对哦，无就像林秘书讲的讲，啊，你就大家就变做像今年的5月，大家阁定来一届。OK。啊，这定来一届，毋是1、2天就会使啊，是2、3个月的代志啊。2、3个月，哈，这是台湾收了好，无可能是亲像其他的国家共款吼。甲即阵疫情拢无法度消退。咱头拄讲到 Omicron 即阵吼，可能是毋是会取代即个咱讲 Delta 病毒，变做是即个主流病毒株，有真侪种的即个讲法啦。但是至少伫咧美国看起来，咱头拄讲到79%的即个新的即个确诊病例，拢是即株啦吼。请做来看。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，白宫一个幕僚20确定去挖到新冠病毒，当事人伫咧17，甲美国总统拜登捌做伙坐空军1号，而且伊有踮伫咧拜登的边仔30分钟久。拜登20体检是阴性，22会阁做体检。根据美国联邦医疗机构的统计，美国顶礼拜通报的病例有73.2%，拢去挖到变种病毒 Omicron， 比前一礼拜会使讲是翻6倍。拜登按算伫咧2日针对美国的疫情发表全国演说。This is not a speech about locking the country down. This is a speech outlining and being direct and clear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about the benefits of being vaccinated. 美国德州已经出现全美国头一个因为去挖到 Omicron 死亡的个案。这个患者并无做过任何一档的疫苗。美国传染病学的权威福奇20嘛，搁一再强调对家做加强下的必要性。And everything I've showed you about in vitro and clin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boosters are critical in reconstituting protection. Happy New Year! 迎接下年2022大型的数字顶，20送到纽约时报的大顶。不过因为即马 Omicron 疫情淡水咧，今年纽约的下年活动，甲未到11月份宣布的同款会照常举行，是已经出现变数。纽约市政府会伫圣诞节进行定案。时报广场20设立快筛站，几啊百个民众排队等要做体检。目前纽约州的疫情严重，19新增加25000人确诊，其中有12000人是伫咧纽约市。也若纽约州这7天以来，平均过一天确诊的人数是16000例，甲前一礼拜来比是增加60%。不过州长强调讲，要阁实施2020年封锁的政策，学校嘛袂停课。目前州政府已经分配200万剂的体检试剂予学校。也若世卫组织20嘛呼吁民众，为了阻挡病毒退烧了国紧国雄，今年的圣诞假期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。An event cancelled is better than a life cancelled. 世卫组织强调讲，希望2022年的时阵，新冠疫情会当结束。不过，这个前提是要伫咧2022年的顶半年进前，世界各国70%的人口拢会当注入疫苗。公司新闻，景元庆编译。
是啦吼，又到年底啊吼，今年初的时阵，大家都讲吼，今年这个疫情会结束无啦吼。啊，迄当阵大家讲哦，可能今年就会结束，但是即阵我甲看吼，可能明年才会当完全来结束吼。但是也有变数，就是这个 Omicron 这个部分吼，到底伊是比 Delta 较强，然后咱透过吼这个部分吼，咱讲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安尼讲 ，Omicron 个感染的这个比例吼比 Delta 高5倍吼。啊，镜头看起来袂较轻，但是这个大院的这资料也是有限啊，先来请教何教授啦吼。咱嘛有讲到，可能伊这只病毒到底变成主流这个病毒株，可能也要搁一段时间来看，但是大家拢爱开始防啊啦。对，因为伊发生的时间真短，啊，搁真紧，所以一直咧发生的时阵，咱拢无真好吼，咱讲有控制迄款的收资料。是。所以来讲吼，即摆知影讲伊传染足紧的，吼，Omicron 传染足紧的。但是到底伊足紧的理由，是因为伊本来就是传染较紧。是。你甲调查比的时阵，伊就是传染的病毒会较济啊，较紧，也是讲因为Omicron 因为伊的抗体有一点仔改变，对无？伊的抗原有一点仔改变，所以有抗体的人就袂受到影响，对。啊，即个但是 Delta 呢，受到抗体的影响，所以是因为即个咱叫做免疫逃避的影响，所以这两项是无共款。你若绝对较紧的时阵吼，一定会取代。就是讲取代去啊！对，就是讲传播的这个速度紧，一定取代。啊，但是若是伊像亲像这个走两旁安尼，倒走去，伊就较慢，啊，两个搁斗阵一段时间吼，这是头一个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讲，因为南非吼，伊发现的时阵，伊就紧甲大家讲，宣布了较紧。啊，大家就讲，啊，你南非人袂使来阮遮，啊，就有一点仔国际即个。有一个阻隔啦吼，啊，就较慢一点嘛。是。所以，若安尼发生的时阵，咱就看到讲，虽然有入去一寡国家吼，咱嘛会当看讲，有伊虽然传染真紧，因为大家拢咧 travel 嘛，大家拢咧旅行对无？所以一定会对这个国家甲迄个国家，但是这个国家有发现是外国来，甲本土的，一直是无共款吼。咱会当看这个丹麦迄个资料吼，伊看伊头前的。第785个人的时阵，伊迄个资料看到讲吼，大部分的人拢是有注意方下。这吼大部分的人拢有注意方下，啊，但是伊即马伊这是上头啊一个785个欧米伽病人，啊，因为注2剂的人是78%，啊，佮加上3剂就7.1%，所以差不多80几%的完整接种率哈。啊，因为接种应该病人不多啦吼，但是咱即马看到就是讲吼，住院率足少的1.1%，吼，就是讲，咱就知影，即安尼一个看，咱大概就知影讲吼，其实影响无大，疫苗的影响应该是有帮助，啊，重症嘛是真少，吼，所以唔通想讲吼，即个 Omicron 是一个。咱讲能卡黑啊，是啥物？毋是迄款的，因为咱毋知影伊是毋是本来就袂遐尼重，对，只是讲咱已经有疫苗的保护啊，疫苗的保护，所以即马不管咱偌着，咱搁讲转来，你若无注意方式，你踮咧台湾，你无注意方式，你今仔日就紧去住第一档。有影。这是足重要。尤其咱头拄看到讲美国德州迄个死亡的，就是无注意方式。啊，英国嘛是有一个死亡，所以死亡嘛是会有，但是即马是较少。但是你爱会记得哦，人拢有注意方式，啊，人有是咧有传染过，嘿哦，所以这真重要，就是讲知影这一定会传，但是外紧咱唔知影。啊，是不是会取代？从疫苗的角度，吼。一定爱一个新的疫苗出来啊！新的哦，新的，咱即摆是无办法吼，搁家己提升一点嘛吼，来看讲，因为咱会当搁看这个资料，这是实验室的资料，实验室的资料甲咱讲吼，这就是讲，做过预防针的人，啊，即摆对本来这个头前这个蓝色的吼，就是本来的病毒，啊，即摆青的就是 Delta， 啊，这红的就是贝塔，本来就是南非迄组，所以你看迄效果愈来愈歹。啊，上尾啊，这两个就是 Omicron， 根本就是无啦。看起来根本就无。啊，这是做 BNT 的，啊，这是感染的人。所以不管你是安怎，迄拢足少的，真少。但是咱知影讲，你若个注意方式时，你提悬吼，
然后你还佫有 T 细胞的免疫， OK 佫给你帮助一下，所以一定会帮助你吼重症甲死亡，这一定是有帮助啊。就需要住院的迄个比例嘛较低着，是啦，这是一定是不管咱讲，咱讲到上尾啊，嘛是即阵这个预防针嘛是佫蒙住，一定有帮忙。是，这是咱讲的 Omicron 的这个部分吼，咱等下会好好来分析着讲，即阵咱台湾注意放射这个比例是啥物？无共年龄层吼，啊，咱佫先针对这个 Omicron 这个部分吼，这个福奇伊是讲吼 ，Omicron 2-3天确诊数的这个翻倍安尼，这个传染力啦吼。但是他对老师嘛有讲着吼，到底是吼伊这个伊是 super power 还是无啦吼？是看伊疫苗有做啊无做，啊是讲伊是疫苗会得走的这个部分，可能嘛是讲啊到底取代这个吼空间伫无吼？但是这个吼这造有抢吼，伊安怎讲呢？这个病毒吼，疫情可能到2024年吼，啊变作是地方性的这个流行病。另外咧，咱讲吼，到底是不是注预防针，啊要注偌济档然后第3档安怎做啦吼，啊是有保护力无？吼，这个部分吼，咱讲 Moderna 医疗长嘛有讲到啦吼，啊这个 Oxford 伊是安怎讲吼，针对着 AZ 和 Pfizer 这个效果来去讲，这个中和抗体伫咧治疗后28天有明显的这个下降，但是头拄啊，这个老师嘛有讲啊吼。就是不管如何，你就是爱去做啦吼。啊，继续搁请教林秘书啦吼。Omicron 安尼看起来，伫咧取代无取代吼，咱看到美国伫咧73%啦吼。相信这个数字会搁欠悬，但是啊，到底是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疫苗保护力有效啊？吼，伊地书讲啊，伊这个咱讲抗体还是甲病毒的这个对抗，还是讲伊吼会让这个芳伫遐走啦吼？你安怎看咧？我就是安尼啦，病毒其实伊嘛是咧变化。伊若想要伫世间上生存，伊一定要变较温和。OK。伤毒的病毒，你共传染的，人死去，病毒嘛做伙死啊。你若共传染着，这个人无死，伊是一个较温和的病，伊就会替你佮甲传染互一寡健康的人。啊，你的病毒的，你的生命就佮刷落去，佮传落去，你的子代就一直佮传落去。吼，你的子孙就一直传落去，你就袂死嘛。啊，咱讲者，咱讲伊波拉得啦，伊波拉病毒足毒的，你若互感染着，你差不多拢死啊。啊，你人来死去，病毒嘛死，所以是安怎伊波拉病毒无讲要传染到全世界，就是安尼啊。伤毒的病毒传袂久，遐摆无落魄的久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我咧想讲，不经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就是安尼嘛。你一个速毒的病毒，你就无法度生存伫世间上嘛。你一个较温和的。你才会当生存伫世间上嘛，所以我想讲，Omicron理论上应该是咧较温和、较对啦吼。目前来讲，死亡的人真少，但是当然伊是比 Delta 比什么Alpha 买来佫较变啊，佫无毋对，伊变较济无毋对。但是病毒安怎变安怎变，理论上伊嘛袂使变较伤毒啦。OK。变较伤毒，伊下摆一时阵尔，伊就无去。伊就消失去啊。所以若要伫世间留来的病毒，会当佫久久长长的，一定是较温和的病毒吼。啊，佮讲咱即摆咧做疫苗，咱做疫苗来讲，是毋是做1针2针就有效果？这真歹讲啦。咱做这疫苗，毋是讲加做2针的啦。咱美型的官嘛做3针啊，咱囡仔5合1的疫苗嘛做4针5针都咧做啊。是。哦，迄个肺炎的迄个链球菌迄个疫苗嘛是做3针4针嘛是咧做啊。所以你讲是毋是2针就有够？不一定啦，有当时做3针嘛是应该做。啊，是毋是逐年该做一摆嘛拢有可能啦。但是我是较乐观啦，我是讲吼，这个病毒感觉起来应该会愈来愈温和较对。一方面人已经有一寡抗体伫的啊，吼。啊，你若甲传染着，我嘛袂死，我嘛是较温和，我也袂断呀，袂重症，袂死亡，吼。啊，所以变得较温和。啊，一方面病毒嘛较温和，对伊嘛是较有利啊。当然，咱要讲伊温和无温和，安尼对这一寡无做疫苗的人来看。哦。若讲这无做疫苗的人，伊用传染着这 Omicron， 伊死亡率也足低，安尼表示真正这是真温和啦吼。啊，你若讲有做过疫苗的人，你用传染着 Omicron， 你来讲较袂准，因为咱已经有抵抗力啦。是。你讲我传染我较温和，到底是我抵抗力较好，还是讲你病毒较温和？有可能是我疫苗做了，我有抵抗力较好，所以变做你较温和。OK。毋是讲你本身就较温和嘛，啊，但是若讲做无做疫苗的人来，互伊传染着了。真正就拢较温和，安尼真正这个病毒较温和。哦，咱会当对这来看，所以咱这个
应该对这第三世界这国家来看，先来底下看啦吼，因为这第三世界国家注疫苗的人真少，因若传染着，拢真温和。我感觉这个病毒应该真温和。真温和好处，咱用传染了，咱感冒咱好起来，咱好起来了，咱有抵抗力。所以1减2个，蒙拉减4个，咱虽然是有传染着，那想咧讲，防注一个疫苗共款的效果共款嘛。所以有当时咱注2剂了，咱有当时来个有传染着奥密克戎，那有可能咱想咧注第3剂嘛共款。对。所以对咱做好的代志，这个代志咱是讲，咱最近看了一个大学生讲，迄个水珠咧对传染共款，是安怎水珠会伫大学生传染遐厉害？就是讲因较早要注1针过，但是因为伊过来了，拢无去接触到有出水珠的人，伊就无去搁增加伊的抵抗力，所以有到一个程度，伊就用传染病，伊就搁得病。这理论是共款的意思啦，所以若讲这奥密克戎，无法度讲真温和，互传染着人，感冒者我嘛感冒了传染，我主动来传染我嘛无要紧啊。免钱的第三。较早人咧吹水珠迄阵吼，一个人吹水珠，伊就赶紧找一寡囡仔来下面做画，画啦，伊大家拢着着，拢有抵抗力，就好去啊。是。你若讲自然互传染，有当时变得较厉害。所以有当时咱唔免惊讲咱得了病毒，咱来惊是讲咱得了会重症无，会死亡无。若讲得了咱是一般的感冒、伤风感冒就好去。我感觉这足自然的代志，唔免惊啊。OK， 唔免惊吓。所以咱讲到吼，这个全球吼虽然有这个 Omicron 咧传吼，但是头拄啊2位拢有讲到，好，即讲自然感染嘛是讲自然免钱的这个第3档啦吼。若是讲亲像咱过去这个水珠这个经验来讲，伊若是病毒愈温和，你过去煮过1档下，煮过2档下，你即阵吼若是去画着吼。第3档的迄个保护力，这个效果就出现了吼。继续咱要去带大家来看讲吼，全球的这个禁令也是有的吼。咱头拄仔讲到吼，是咧美国过去来动，可能嘛是也无法度完全动，所以咱头拄讲到73%新的这个确诊病例，但是吼拢唔免伤惊吓啦吼。但是即阵国境若是要主动的话，尤其是第3世界的这个国家啦吼，咱先做来看因安怎防。美国诺瓦瓦克斯生技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，20得到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伫咧18岁以上民众，也就是欧盟认可的第5种，再用注2剂，中让3礼拜，保护力90%。伫传播速度正紧的 Omicron 侵袭的时阵，为欧洲抗疫带来希望。欧盟已经签上侪2亿剂的合约。We will be shipping product into Europe in January. There's a couple different group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, and there's the vaccine hesitancy group that is looking for a protein-based vaccine. Will be a marketplace for us. 不过，欧洲药品管理局讲，针对包括 Omicron 在内一寡互人担心的变异株的防护力数据有限。诺瓦瓦克斯讲，对抗 Omicron 的新疫苗正伫咧研发。We are counting cells to check viability, to find out their growth rate. 另外一种疫苗莫德纳同一天也宣布，公共实验室的资料，第3期加强针拿做一半的剂量，也就是52克。伫咧对抗 Omicron 的中和抗体是37倍，若是第3期加前2期共款拢做120克，中和抗体浓度会更较悬，甚至会到做加强针进前的80倍以上。临床实验按算明年初要开始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虽然看到讲吼，这个 Omicron 咧全球传吼，其实咱讲全球咧做第3社的嘛是真济啦吼。咱讲到吼，即阵第3社，咱讲到这个剂量安怎去分配啦吼。Moderna 吼，可能做半档都会知吼，但是 BNT 嘛是全剂量，另外高端吼嘛是全剂量吼。咱等下嘛讲到吼 ，AZ 可能直接较无适合吼。但是咱讲到这个剂量的部分，咱搁请教医师啦，你安怎看？一般来讲，即马看起来，美国的研究当然是全剂量的较济啦吼。毋过当然对伊来讲，伊做的研究看起来是讲，你若前2档拢是注莫德纳，当然第3档会当注半剂量。OK。毋过第3档也是注全剂量，看起来抗体当然一定升愈悬。意思是讲，你若前2档拢是注莫德纳，你第3档注半剂量的莫德纳，伫抗体增加37倍啦吼。注全剂量要到83倍哦，其实嘛是有差不多2倍以上啦吼。即马伫台湾来讲，咱当然较歹去评估，就是讲，因为咱之前2档大部分有的人是2档拢注 AZ 的话，第3档是毋是爱注全剂量还是半剂量？可能咱会以副作用这部分来做考量啦。OK。所以当然当今咧做研究，伊分4组嘛吼。第一个就是 BNT 全剂量，第2个就是
半剂量的这个莫德纳，第三个就是全剂量的莫德纳，第四个就是高端。伊去做第三剂这个全部的研究。啊，到顺利出来当然咱看这个科学的证据，半剂量的莫德纳甲全剂量的莫德纳，确实是毋是伫这个中和抗体是毋是真正有差介济？是。啊，讲差无介济，毋过伫副作用的部分反应真正差足济。啊，当然以即马来讲，指挥中心目前的政策就是无问题啦。啊，以高端甲这个 BNT 来讲，我相信伊用全剂量去做，应该是无啥问题。OK。只个是高端的部分吼，当然你若讲有考虑要出国的话吼，啊，今伊即马伫国外有的国家伊也要甲承认，即无承认的部分，也是讲伊爱甲三档拢做完，伊较当做你是一个完整的接受过的话。你可能爱选择讲，不管你爱做 BNT 还是做莫德纳，可能是较好啦。是。嘿，啊，当然，以即马来讲，你以咱家己本土的研究，其实高端做起来做第三剂，看起来反应是真好啊。OK， 咱讲吼，因为高端啊，这个全球认证的这个部分，然后也欠一步啊。虽然咱讲过去伊是这个 WHO 的这个候选这个疫苗，但是可能这时间上爱个爱个等一下吼。但是这无要紧啊吼。你若是真正有出国的这个数据，头像咱头头这个刘医师所讲吼，你家己就去遵照，但是这个数字看起来是袂歹啦吼。啊，你讲这个副作用好，还是迄个，咱讲可能会减真济啦吼，有影。啊，但是讲关于这个剂量这部分吼，这个何教授，这嘛有另外这个数字，会当互大家来看一下吼。这是安尼啦，咱即阵会当来看一下，下面叫做免疫调节吼，对，免疫调节，就是踮咧美国的时阵吼，伊看莫德纳头前就是一档，啊第二档吼就是。拢是100个microgram 吼，啊，这个是当这个出来，这个抗体就是迄阵吼给予迄个EUA迄个标准。所以咱即马就讲第三档到底安怎做会使的时阵，伊就做一个实验，讲啊头前2档拢是做100，吼，啊即马第三档是50。啊，来看做50了后的时阵吼，伊的抗体是偌高，啊，甲本来吼伊即个互伊EUA标准来比，啊看安尼是安怎？这真的是会当比的，这是传统，这是传统的 immunobridging，就是讲我新的疫苗跟我本来的疫苗要来。比一个吼，啊那共款的时阵，若是比伊较好的时阵，就会使。啊，结果是看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你虽然甲伊减半吼，但是伊出来抗体就是本来伊的标准的1.8倍，所以表示讲安尼是会使过关吼，就是敢若讲，所以这是50 microgram 一半的来原理啊吼。对，啊，即马啊，搁咧等然后讲第三档是。莫德纳一半啊，搁咧等，但是先看讲混打的资料，这是英国做，因做的足济，但是我敢若甲伊摕出来，甲咱较有关系这。是。这个是讲吼，你若头前2档是 AZ 的时阵，啊，你即马第三档是做 AZ， 还是莫德纳，还是 BNT， 是，吼，还是 BNT 减半的时阵，你看拢有增加了嘛袂歹啦吼。但是敢若 AZ 敢若较差一点啊，尔。啊，即马你若是 BNT 的时阵，嘛是共款 ，AZ 嘛是较差一点啊，尔。但是你注意甲看吼 ，endpoint， 因为你若本来要做第三档以前，吼，你的抗体就较悬的时阵，你就升袂偌悬。所以以倍数来说，看起来无较济吼。你说是你第三剂，就是说哈，你第三剂你若本来打2剂 BNT， 第三剂佫增加的时阵，看起来无较济。但是其实抗体量是共款啦。OK。敢若 AZ 较无好，这就是咱的政府讲无咧建议说吼，第三个做 AZ 的理由咧加啦。是，咱讲第 AZ 本地 AZ 加 AZ 吼，这个咱讲 endpoint 内底可能看起来就无遐尔较无好。啊，其实嘛是袂歹啦，也是你看吼，这个 AZ。去 boost 的 BNT 嘛是袂歹，嘛是有2000几啦，这不是不好的疫苗啦。是，只是讲比较起来较歹吼，倍数无遐尔悬，但是也是有效啦。也是有效，所以你若会家己伊个家己的迄个健康的迄个状况吼，你感觉你无要注射的mRNA 疫苗的时阵，你嘛是会当过去选 BNT， 假如你选 AZ 啦吼，你嘛是会使安尼啦。其实唔是讲一定啦，其实有其他的这个考量。OK， 但是你讲吼，即阵第三档的这个考量就是咱讲 AZ 即阵先无吼落地，咱讲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吼，咱讲第三档的追加的这个部分啊，所以咱看追加这吼，这个 AZ 即阵拢是0的吼。佫另外是一个讲吼，你的副作用的部分吼，踮咧美国因的资料仔细去看吼，第三档的莫德纳，
伊的迄个副作用，并没有比第2档较悬啦。是啦吼，上次有做过第2档Moderna，应该大家都真惊对无？但是无比较较。可能还佫有较减一点嘛，无较悬啦。所以第2档可能已经是真棒的，这个大家免惊，免惊啦吼，尽量去做。然后咱讲第3档吼，咱等下好好讲了，5个月以上吼，Moderna即阵咱个看起来吼，这个部分吼，追加的人吼嘛是吼，即阵来累积起来已经6万多人吼。高端这个部分吼，追加可能今仔24号才要开放啊，所以即阵嘛是0啦。BNT 的这个部分数字也是少啦吼，所以 Moderna 即阵。注半档的吼，差不多咱差不多50秒这个部分呢，已经开始有的啦吼。啊，另外咱讲到即阵全台湾涵盖率第1档差不多要接近8成，第2档差不多6.5%左右吼，要6.6%啦吼。但是这个数字看起来真水吼，但是咱后一张吼，这张看起来大家较惊人吼。咱讲这是吼指挥中心今仔日予咱的，咱讲全台湾每一个年龄层，拢有每一个吼，佮有每一个县市啦吼，无共款的这个住的方式啦吼。咱看到讲75岁以上，还是65岁至75岁，这是咱2个爱去关注的这个大族群啦吼。尤其75岁以上，咱看台北市69.3%吼，要接近7成，但是咧伫咧新北市6.7%，桃园主较济71.4%啦吼。但是其他的所在，咱又看到讲有57.9%的吼，这可能是咧偏误啦吼。另外，咱嘛看到讲吼，这个57.2%的这个部分吼，伫咧台东。花莲台东吼，这是咱较注意的。虽然咱过去讲疫情集中伫咧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基隆市，这个部分拢完成差不多要7成，但是7成也无够吧？一定无够啦，一定是无够的。咱即马看，不管是英国的资料，还是以色列的资料，还是新加坡的资料，你即马这老人吼，你住甲。90几%的时，因为老人的反应吼，抗体反应无遐好。咱英国的资料上仔细，你来当个看的时，你伊的抗体阳性率吼，踮咧老人是比注意风险人佫较低一点点。所以你要紧住，大家拢来住啊。但是咱嘛希望讲，可能你若无抗体，可能你嘛有 T 细胞的保护，咱嘛是爱期待讲有即款的吼，所以。一定爱紧来做啦，因为你即马我是真希望咱的指挥中心吼，咱的指挥官会当吼用伊的喙亲口吼亲口吼亲喙，甲全国的人讲吼，甲全国人讲吼，不管你有注意风险无注意风险，我有一天国门一定会开。OK， 吼，这是有一天吼，迄天可能当时我是感觉讲明年春天的时候，因为。不管有 Omicron 还是无 Omicron， 爱开啊啦吼。唔是，不管有 Omicron 无 Omicron， 今年冬天的时阵，Delta 就一直咧欧美就起来啊。是。啊，当然 Omicron 佫出现的时阵，佫较严，就是佫较复杂啦吼。所以一定踮咧冬天的时阵来开国门是无可能。无可能。但是春天了后，啊，咱的预防针治疗袂歹。是。啊，因欧美国家嘛，春天来，因迄疫情嘛会落来，时咱国门就开啊，这是一个。啊，即马你遮到遐的时阵，开始咧住遮的人，即马拢一档都无住的时，伊嘛爱有时间啊。OK。所以即马咱有当有来去想啊，真创意来想讲吼，送物件啦吼，还是来比赛啦吼，来每一个管区来比赛啦吼，啊，咱迄个迄个叫做卫生局局长吼，互伊来。可以来努力一拍拼一个，对，拍拼一个。尤其咱头拄讲的是这个第2当下吼，差不多上关嘛，才要7成尔。啊，咱即阵佫要讲第3当下，啊，咱讲优先要住的，佫有65岁以上的，但是咱头拄讲的，迄个比例就是叫你要佫叫伊吹这个第3当。对，伊即马你看起来伊迄真经真无好势，你知影？即马若病毒入来的时阵，进到社区的时阵，啊，因会破病啊，啊，因会。重症啊，因为需要这个医疗啊，那真就是变甲真麻烦安尼啦。啊，大家又真惊，变讲咱袂当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，大家就点仔咧想，啊，实在是咱爱回归个正常的生活，对不？有疫苗，有这个工具，咱就爱来用啊。有影，咱会当往前走，咱的国家唔知会当往前走。是，咱讲到吼，这个75岁以上吼，第1当下、第2当下啦吼，咱看到讲也有这个60几%的吼，第1当下住60几%尔吼，60几%啦吼。迄拢差足济。迄有影吼，咱讲吼，英国的资料就是讲8成、9成，甚至100%、90几%嘛是。
啊，因迄个新加坡嘛是共款啊，你看到伊敢若对 Delta 尔，佫毋是 Omicron 哦，敢若对 Delta 呢，伊即马开的时阵，伊就足侪拢咧确诊，但是人拢无重症。有影，拢唔惊，拢无重症，伊拢唔惊，我就讲我要回归正常。啊，因为即马Omicron出现，因就佫较注意一点嘛。有影啦吼，所以咱讲到第二当下还袂住的，紧去住。啊，咱头拄嘛讲到，这个比例上悬，就是咱讲吼，差不多吼30岁至50岁这个年龄层是住较济啦吼。但是咱讲到即阵嘛要讲吹第三当下啦吼，当然第三当下是要隔5个月，啊28岁以上吼，咱讲65岁以上的吼，4大人真正优先。但是你第二档还袂住的，紧去住。咱有长照机构的吼，居民甲工作者、医护人员，相信这工作者、医护人员会紧去住啦吼。但是防疫吼，这个共款，咱讲过去防疫旅馆有群聚现象，这拢会当去住。但是上较爱关心就是这65岁以上。另外，咱讲吼有特殊的这个住预防下的这个资格，因为吼可能吼。住完了后，伊的免疫力也是抗体量无法度提悬，所以伊讲吼，这嘛毋是吼所谓的这个第三档啊，伊是这个 additional 吼，比如讲12岁以上，啊，你到第二档住完爱隔28天吼，亲像讲你有做过器官移植的啦，还是讲吼这个有过去6个月接受化疗，还是这个吼，咱讲其他的这个患者吼，因为伊的免疫力较低，所以伊住完第三档，才甲一般人住第二档。完整注射的吼概念是共款吼，继续搁请教医师甲咱解说一下。无唔对啦吼，伊这免疫力较有问题的人吼，治疗效果本来就较歹嘛，减一半呢。对，因为伊本身的伊内面的免疫的细胞就是反应足歹啊嘛，啊，所以你甲治疗了，有当像那网啊顶牛角共款啊，伊就无啥感觉啊，所以你来好搁较加做几针嘛，伊会较伊会产生的抗体会较悬。但是问题啊，我感觉实际上。你政府要安怎去做这件代志？这真重要。调查一下。你是不是要主动甲这个人讲，你是属于这类的人，你要去做第三针的，赶紧来做第三针，免讲过5个月，是过1个月、2个月就去做啊。你要主动甲讲，啊，你要互阮这诊所会当健保卡就会当查着讲，伊是属于这类的人，伊有迄个资格通做。你袂使干那在那讲迄报纸、到新闻咧讲即件代志，啊，你身份是要来认定，主动通知啦。对啊，你这个代志，你要有一个，我知影讲你是属于这类的人，哎呀，我认证啊。你若无我认证，我是要来执行。所以政府袂使干讲这个代志，你安怎做，你爱讲会出来。OK。啊，佮讲第三针，迄一类的讲65岁以上啊，医护人员啊，这是要隔5个月才做第三针。嘛免等遐久啊啦吼，一定得爱5个月。OK。当然，台湾即摆是无疫情，所以你有当时讲啊，等。啊，你等的目的是啥？讲实在，咱即摆浪费的疫苗去足济，你敢知影？哦是。即摆你一个人来，你嘛爱开一罐。OK。啊，剩的要做对。等掉。无人啊，无人来做啊，等掉等你本所人去啊。OK。我讲做浪费的啊，你敢一定爱5个月？敢遐严的讲5个月，你4个月会使无？对免疫疫苗的学来讲吼，4个月就足有够啊。是。咁一定爱5个月，英国嘛有当3个月在咧做啊。所以咁一定爱5个月遐久，啊你疫苗等你本身来搞较好。所以我讲有做无做较重要，唔是讲一定爱5个月几个月。哦，你若讲愿意讲我唔免5个月，我也是要来做，好你好做那要紧。有影啦。总比甲等我本身来较好啊。是。啊你指挥中心咧烦恼啥物？因为无数字吼。哎，因这吼因拢干咧想讲个理论上的理论，啊实际是要安怎做？你爱执行爱出来啊！你要有一个执行力出来啊！哦，啊你搁讲这迄个免疫力较低的人，你安怎知影讲这人免疫力较低？你看我医疗诊所拢会当知影讲这人是免疫力低啦，有资格通注意第三针的人啊！哦，啊你要哪个主动通知，互伊知影讲伊是属于这类的人，伊爱做第三针。有影吼，咱讲这个会议这个部分，可能就是西药剂的。西药剂的这个嘛是主动去通知啦吼。有影有可能接收到这个信息的人，可能嘛无遐尔完全，但是你若是这个通知单一个去，伊就知影，喂，我可能这个免疫力较低，随来做。你就是讲你健保咱的健保的资料库内面拢有这个诊断嘛。你要主动甲讲，甚至讲伊若来凭迄个伊内面的一个简讯吼，内面来，互阮医疗诊所看，我就会当认定讲伊是，还是讲我电脑查入去，查
在云端的电脑内面，我伫咱资料库内面，我伫咱知影讲伊属于即类的人。是。安尼互伊赶紧来做，安尼毋只疫苗袂浪费啊，爱食的人嘛这样赶紧来做啊。所以我是感觉即个代志吼，政府讲是安尼讲，啊你执行是要安怎执行？你爱做会出来。有影，当然咱咧看讲吼，过去啦吼，伫咧台北车头遮有一关即个咱讲吼集中的即个站吼，互大家去注射啦吼。迄当时吼，佮送即个礼券互你啦吼，送什物啊包啊互你吼，内底吼物件真济啦吼。啊，当然迄当阵即个咱讲注射的人气嘛有称冠啦吼。啊，另外咱嘛讲到吼，即阵真正咱看即个数字七成看足久啊，一直达袂去咧即个8成，就是停伫咧遐。你安怎佫甲吼有效即个人数推出来？尤其第二档遮吼嘛是停真久啊。咱即阵看起来吼，即个逐工咧住的即个人数啦吼，咱讲第一档写的即个部分吼，1万外人啦吼。咱讲第二档嘛是3万外人咧停啊。意思恁过去有吼，即个大型注射站的即个经验啦吼。啊，即阵注射站是毋是拢收起来？哦。注射站即摆效果足差的，大型的哦，足差的。因为即摆就是变做讲，因为开放落去哦，大家甚至会去比较讲，倒一个送的物件较好，要去遐做哦。等到你本来设站设好，啊，你可能无送物件，伊无一定要去做哦。哦，所以变做讲，即摆好在因为基站的诊所大部分拢有开放，拢会当做。啊，所以变做一寡大型的即个要注射站，拢会当慢慢收起来。啊，不过对阮来讲，就是上差，就是差这上后的一步啦吼。啊，即摆来看，到用要8成尔，连要冲到9成，可能冲袂起的，一直打伫遮停足久啊。一般来讲吼，咱有资有利啊，以利来甲引诱过来吼，诱袂过来就除非用法律的方式去甲伊规范啦吼。除非你当像有个国家是美国，有个坚持落来，你讲。你除非你无做我一般的基础车，伊可能你就袂当去坐大众的即个交通工具吼，也是讲去对一个所在，变做你会当用法条去甲伊较强制性的去调整啦吼。是。啊无，倒是讲，就像拄则咱何教授讲的，总有一天即个国境一定爱开放的。你开放的时阵吼，这65岁以上的，就是第一个就是。面对这足大的风险，是。你看，咱大部分拢是这30、40岁，因为咱即马咧上班的期间，有诶企业伊要求你一定要去做。全部拢做。大部分你看到冲到7成8成。桃园市第一社讲到100%啦，吼。对啊，啊你看这即马哦，咱这少年的本身得病可能就无一定是重症啊。啊，咱搁去注射，有时上去甲这病毒带转去处理。啊，带转去处理，这65岁以上的拢无保护，无保护你有可能就一开始就犯做重症啊。是。尤其你啊以新的这个奥密克戎来讲。伊的传染性够足悬的，吼啊！而且已经做过预防针的重症的几率是低，是，吼啊！问题是你面对这个无做过预防针的这个族群来讲，伊就是足大的风险嘛。有影啦，吼，咱讲到吼，这个过去咱咧讨论讲，这个预防针，这个注射率，吼，其实拢甲这个18岁以下拢先无甲放入去。当然，咱是有这个12岁至17岁，甲这个趴数诱惑管理个看。8成7、8成9啦吼，所以咱讲超过啊，咱头拄嘛讲到，无做也是无做，咱头拄讲吼，身体观你看，咱头拄讲到吼，60几趴啦，66.4啦吼，啊，咱头拄佫看到69.9，佫有68吼，所以其他75岁以上拢总无保护力，即个关系嘛是爱特别来注意吼，这是咱讲的伫咧台湾。注射的这个部分已经紧绷啊吼，所以要甲这个剩的物件，搁甲吹出来，剩的还未做的吹出来，也是有难度的。尤其即阵讲要做第3档射啦吼，有的人是讲啊，我第2档射就遐尔艰苦，无爱去做，但是安尼概念是唔对的吼，所以咱爱特别来注意吼。另外讲到这个 Omicron， 咱讲全球咧防啦吼，每一个国家拢总有这个新的这个旅游禁令，尤其咱讲吼过去这个甲病毒共存，因为这个思考先甲动来才讲啦吼，先做来看。Omicron 变异株的疫情伫国际上传甲真紧，各国拢严加戒备。泰国卫生部伫20通报讲，国内出现头一个本土案例，敢若亲像是去予担任飞行员，11月下旬对奈及利亚转来哥伦比亚籍的这个翁婿话着，2个人拢已经有完整来做过 AZ 嘅疫苗。เขายืนยันว่าทั้งคู่เป็นโอไมครอนทั้งคู่นั้นคุณภรรยานี่น่าจะเป็นคนแรกของเมืองไทยนะที่ติดเชื้อจากสามีที่เดินทางจากต่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ับ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การติดเชื้อ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ป็นรายแรกนะครับ泰國衛生部講，目前已經檢測有63個人因感染到 Omicron 的變異株，其中敢若有1個是本土案例。衛生當局還佫表示講，已經提議來取消注疫苗旅客的隔離方便，並且要恢復強制檢疫隔離，因為12月入境體檢出來是陽性的比例比11月加關出1倍。ตอนนี้กระทรวงสาธารณสุขนะก็ได้พยายามที่จะ
จะทำข้อเสนอนะครับที่จะเสนอทางสบคต่อนะฮะเพื่อพิจารณาใ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ชะลอการเดินทางเข้า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รูปแบบเที่ยวซันโกนะครับทุกประเทศที่เข้าม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因為新加坡目前已經立即有71個人確定去感染咗 Omicron， 其中65個是這個境外回入來，還佫有6個是本土個案。新加坡衛生部伫20個半暝啊，發布新聞稿表示講，發現一間健身房，敢若親像有出現 Omicron 的群組感染，其中有3個個案內底已經有2例初步檢出來，就是這個 Omicron。為着要預防境外回入來甲減慢國內消化。以色列嘅總理辦公室經過內閣投票了後，宣布禁止以色列嘅公民去美國、加拿大、德國、意大利攏總有10個國家。國家這個禁令為拜三嘅反正開始生效。目前以色列已經禁止公民去50外個國家。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。是啊，咱講到這個 Omicron 吼，其實這個以色列吼，伊的這個吼強制力吼較懸吼，伊講吼美國、加拿大攏袂當去吼，因為公民就是袂當踏入這個國境，尤其咱講吼，即陣全球拖了上嚴重，可能就是美國吼，7天內底吼平均是12.5萬啦吼，咱頭拄有講到差不多73%新的這個確診病例攏是來自這個 Omicron， 另外荷蘭吼高日吼2.3萬人吼。確診是創新高吼，嘛要實施着冬季3禮拜防疫的這個管制。另外英國遮吼嘛是共款啦吼，啊過去這個高日是9.3萬吼，這是可能比美國更較嚴重啦吼。統計數字吼講到這個 Omicron 風險比 Delta 高5.4倍，啊嘛要推行着這個健康的通行證。啊另外這個 Denmark 吼，這個高日是1.1啦吼。另外宣布着關戲院、音樂廳吼、遊樂場、博物館等等。法國是平均吼7日內底是5.2啦吼，巴黎嘛取消這個下年的這個吼宴會。另外，自英國入境吼，愛摕24點鐘內底這個陰性的這個證明，落地了後，佫再測啦吼。這個 Ireland 是 Omicron 確診率是11%吼，針對這個吼巴啦吼，有一寡這個宵禁吼，8點就宵禁吼。啊，市內吼這個50%至1000人吼，戶外是差不多5000人吼，維持禁令6禮拜吼，所以冬季真正較收袂掉。收袂掉，所以但是你注意甲看吼，遮嚴重一天吼，英國一天確診9萬人，英國的全人口差不多咱的3倍，就是相當於說咱台灣一天有3萬人確診，對無？但是因嘛是照常安尼咧過啦，伊對今年7月19吼，伊開放了。因為 Omicron 出現，伊再佫開始佫收縮一下，但是伊個公民社會內底，大家講開放的時陣，大家嘛是英國人吼，對，攏看出門嘛是攏掛喙罨，所以啊掛喙罨就是保護一個，互你若去傳染着，病毒較少一點嘛，安尼你就較袂重症，較袂死亡，啊，佫你個疫苗的關係，所以即馬咱就要正經愛來轉換咱的想法，就是講唔通驚。唔通驚確診啦吼，雖然咱愛真注意着無唔對，但是唔通驚確診，咱嘛是正常的生活愛來正常過啦吼。啊，佫來想講，咱台灣本來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啦。你若去注意看吼，集權的國家全世界放一邊，啊民主自由的國家放一邊的時陣，迄用者做較懸的嘿。迄攏是一款的啦，啊，咱差不多就甲民主國家共款，但是咱會當佫去看一個吼，咱縣市吼，台北啦吼，迄個無共款的位的時陣，你就看到一個迄個趨勢，就是講吼，大都會區較懸一點嘛。對迄個安尼來看，就是講，迄唔是民情，唔是文化，迄就是可能資訊的無對等的關係。咱踮咧台北的人，伊看到，伊就較知影講安怎來。啥物時陣愛做啊？攏知影。來看資訊，啊，迄個較鄉下的位，可能比較容易受到影響吼。你若啊是嘛是真濟謠言啦，講疫苗唔好啦，唔通做啦，外歹啦吼。啊，迄款人可能踮遐就看到迄就驚。啊，咱踮咧都市內底，咱就較濟人會來討論啦吼。啊，就知影講啊，迄是唔免驚。所以對這個城鄉的差別吼，咱就知影講，其實咱過來努力一下，啊，個寫啥，迄並不是說咱的民情就是無要注意方式，應該唔是安尼。民情來講，應該是大家攏有想要做的。對，應該是有。是，只是講咱講吼，真正有這個都會區，甲咱講吼較偏遠的這個鄉鎮區啦。啊，佫是差不多10%的
十八个警察呢吼，所以这个部分过来努力一下啊。是，尤其咱讲吼，这个注射的这个站哈，无一定吼，亲像都会区有这个大的站啦，咱讲吼，可能是派车一乡一里安尼去行。去甲引导吼，来迄落，这是真济啦。当然你看迄个西方的国家吼，嘛是。有注意方式啦，你即马要安怎通行吼？你会当去，袂当去，会当去食饭，袂当去食饭，会当坐捷运，袂当坐捷运，迄嘛是爱开始大家来讨论啦。无一定讲指挥中心啊，即马就来定讲要安怎，大家就开始来讨论讲啊，即马若无注意方式会安怎啊？有住的人有啥物好处吼？会较啥物方便吼？譬如说你若去病院，你可能毋免阁一直互你筛检吼。有影。这款的拢咱大家拢来讨论啦。是。啊，即马讨论大家讨论了真济的时阵，咱再过来定讲咱要安怎来做。安尼可能看会当鼓励搁较侪人来注意。除了这个咱讲吼城市甲这个吼较偏远的这个所在吼，有的人真正是可能伊的交通的这个因素。我回想吼，这个阮南投吼，阮迄当阵迄个乡里啦吼，要住第一当时有困难，是无法度人家伊载啦吼，所以车都爱去啦吼。尤其咱讲吼一里过去，咱住第一当时的这个概念是安怎？咱讲第一当时、第三当时，同款拢爱安尼做啦吼。这是咱讲维持咱即阵可能吼疫苗注射率吼较停这个部分，咱爱好好去思考的。地方政府才好好来把握啦吼。非常感谢3位来宾，嘛感谢乡亲好评收看，咱再会，感谢，多谢。谢谢。多谢。